就是讲中国学生啊来台湾读册吼，即马一档讲要限定2000个，这数目毋是讲偌大，但这意义真大吼。第一吼，这个陆生伊也拢无60岁啦，啊来遮咧享用咱的迄款教育资源吼，这对咱这个有60岁这个家庭啦，迄个嘛非常不公平。啊，伊迄个吼，抑个陆生来台，对台湾的安全，抑个构成很大的威胁。咱即马成功成功大学要叫陆生来吼，毋是讲咱直接去因的清华大学啊什么招生的，爱经过下门有一个所在吼。去甲伊讲，阮要爱几个人，啊为遐才去选来。因要来台湾的以前爱有2礼拜的受训时间，所以这个选拔的过程吼，都有可能去选因的这个学生来台湾。你若讲去大学直接甲伊招生，迄有可能选对这个台湾的教育较趣味的。即摆因统一来用吼，啊搁吼是这个训练这2礼拜中间，有甲你讲，你得爱注意什么几点4点啊，什么吼，爱完成祖国的统一啊，对不对？即摆还佫一个吼，就是讲伊来吼，你要怎赶伊转？这美国嘛是足侪咱台湾的学生是讲，你得爱读册，若无读册爱转来。但是大家嘛都要培训呢，对啊，你若要到美国，自然有办法就当待下去。所以你若讲迄中国学生啊，要来台湾吼，伊若要想办法待下去吼，伊嘛有办法通一直过落吼。从咱即马要来，迄个个引准伊2档，但是如有必要，会再去延长2档，延长几遍呢 ？unlimited。看要延长10遍啊，几遍吼，所以就去学校现在上起课啊，一直甲你迄个延吼，但是较严重的吼，伊若叫咱台湾人若结婚啦，不管查某啊查甫啊吼，我煞比咱的配偶啦，你袂使甲赶，伊就怎有管理吼，通带车啊，搁会使工作领身份证吼，所以即个你若讲一直过吼。多甲一大群人来台湾吼，啊，这台湾吼，这个就发生真大的问题啦。但是较严重的是承认中国学历，这个是一家承认中国学历。咱即马伊若要来读大学，咱就去甲审查讲，你伫中国有读中学。有读中学，毋才会当读大学。啊，你若讲要读研究所，你来甲审查讲你伫中国有读大学毕业无？所以等于咱去甲审查中国的学历，并且对甲承认伊的高中的学历甲大学的学历。OK， 这偌严重。你假使若讲去承认中国学生伫中国的学历，那么咱台湾人啊去中国读大学的这学历，你是毋是爱甲承认？你想啊 logical 的，中国人伫中国读的学历，咱有甲承认。咱家己的囡仔、家己的子弟去中国读的学历，是毋是爱承认？嘛是爱承认的。有咱就当承认中国人是中国学历 ，why not？也去承认咱台湾人啊去中国读的学历，安尼来去承认台湾人啊是中国的学历吼，迄问题就真大。第一点吼，这真侪台湾人啊吼，就走去中国读册。啊，因为台湾若说讲较歹考还是啥物吼，伊就走去中国读。中国吼会当开放真好的大学吼，或者台湾人来讲有话读，你拢来袂要紧吼。
这我记一个例吼，我是第一届联合招生考入去台大，迄阵啊，阮政治系吼考入去50个，但是阮一班吼有80个，30个招生啦，哦，迄阵啊，蒋介石交毛泽东咧竞争争取海外这个侨民外侨的支持的吼，伊去叫招生来台湾读册。去这个招生宿舍，迄种完全拢新的哦，招生宿舍可以住。啊，伊要读啥物嘿哦，随在伊拣。台湾大学迄阵啊是联合招生，着爱成绩上悬的，才会当入去。台大医学院哦是佫上悬的，才会使入去哦。真侪人拢去台大医学院，你嘛着爱甲修养。所以即摆中国若用即个同样的方法，伊会使鼓励到咧学生啊讲来中国读册，开放好学校，互你去读，佮甲你去台生宿舍、台生的宿舍，互你住，甚至佮奖学金咧。迄侨生拢无啥咧读册，伫香港来拢咧移卡住吼，啊，逐日都爱培训哦。但是你也无法做啦，所以即马即个台湾学生哦，会足侪人走去中国读册啦。要走偌济呢？咱即马讲中国学生要入来台湾，限定2000个一单。即马台湾学生要走去中国，中国也要甲限制啦，愈济愈好。比如讲1万个、2万个，伊嘛甲收吼。结果呢，咱阁要去收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，来解决有关私立学校无招生无够的这个问题。但是煞走出来比入来阁较济啦，会比得不偿失啦。抑个一个吼，就是讲你若承认中国学历，按着足济头囡仔走去遐读，走去遐读吼。伊即马必修科啦，必修科，这伫 internet 就有。每一间学校，这个马克思思想、毛泽东思想，若是1科、2科，有诶3科，爱做必修科啦。哦，是 requirement， 一定你要去读大学，中国读大学，一定爱去修这，若是1科就是3科哦。所以咱这台湾囡仔去受这个共产思想。并且去甲你灌输这个大中国的思想。即摆伊甲你讲吼，你读了，你爱转来台湾。那像迄侨生吼，读了袂使住台湾，爱去转去替国民党做迄款侨务工作。伊即摆甲你讲，你读了你爱转。即摆转来吼，伊甲讲你去做2项工作，第一去做公务人员。第二去竞选村里长，也是乡镇民代表、乡镇长、县市议员。即摆10当后吼，这公务人员拢大概升起来做科长。这个中国吼，的癌细胞吼，分布于全台湾啊。那像讲你规身躯吼，拢规癌细胞吼，有无科长嘛拢因的，还是乡镇民代表，啥物拢规个因的。10当后吼，伊真正训练这学生啊，讲你转来。拢去做这工作吼，这对台湾的安全的威胁何等的